Hello，各位大家好，我係馬中寶，歡迎收睇呢一集與馬同伴。本集內容純屬個人觀點及分享，並不構成任何建議。喜歡我頻道嘅朋友，記得訂閱、點讚同埋分享。2025年10月19號星期日，10場田草C+3跑道，場地掛牌為好志快地。想分享下場次106 4班1800米。14號馬風起雲湧，孭120磅，6檔起步，沿途領放，最後200單打獨鬥，輸短馬頭位，彈甩第3主馬群，先紀錄低。場次107 4班1400米，6號馬黃金騎士，孭125磅，1檔起步，包尾入直路，逐步移到最出，最後300衝得好勁，追好多，最後輸1個馬位，先紀錄低。場次108 4班1400米，5號馬一生好彩，孭126磅，12檔起步，走2碟，逐步移出入直路3位，最後100透出，游刃有餘，先紀錄低。場次109 4班1200米，8號馬威利非凡，孭120磅，2檔起步，臨場着燈，由頭大反，彈甩贏，先紀錄低。場次112 3班1400米，4號馬進翼快車，孭127磅，14檔起步，沿途3碟走蝕腳程，3位入直路，最後100力佢來犯，成為今季潘明輝第一場頭馬，先紀錄低。同場另一隻3號馬大眾福星，孭127磅，10檔起步，彎前移出3碟，揈到最出入直路，最後300同進翼快車鬥衝，輸半個馬位，先紀錄低。場次113 3班1600米，12號馬滿心星，孭115磅，11檔起步，出閘拖落尾跑，彎前移出4碟，直路初逐步移出，最後300仍然輸好遠，最後85衝得好勁，成堆馬過終點，輸4/3馬位，先紀錄低。好啦，我馬中寶繼續透過賽事影片揾備忘馬俾大家，記得訂閱、點讚同埋分享，下次見。